今年天狗日的疫情真吃力咯，云林县本土天狗日的确诊病例嘛已经有201例，国客就占176例。云林县环保局检查环境，看讲有物件积水哦，嘛已经开出170多张的罚单。环保局嘛鼓励民众摕厝内的积水的管仔、回竿仔来换一寡生活用品。伫国客有办头一场，就回收将近300件哦，后礼拜嘛去搁砖头来回收。 趁落雨过转好天，高溪乡的民众透早就无闲试试，甲勇气车顶内底积水倒掉，就是要避免病网生炭。为着要控制天狗日疫情继续炭烧，环保局7月启动专案，开早积水的勇气等等，到目前已经开发超过170件。倒若落雨，伊若无卡的，伊就会迄个渗着水啦。啊，透早起来就搁甲倒啊，甲站的有落雨啦。村长宣导给他们那个农民啊，是。 居民啊，跟他们讲说可以回收换什么东西，这样不错啊。为着要鼓励民众把厝内无咧用的铁管仔、塑胶管仔、玻璃拢，即较高质水的容器回收。环保局推出回收地当换生活用品的活动，除了鼓励民众整理环境，嘛当避免雨天过容器积水生水池。这个活动头一场就回收279件，效果袂歹。 所以，我们这一次，我们除了加强稽查处分之外，那我们也透过所谓的辅导，鼓励民众把这些不要用的保丽龙盒或者是这些轮胎，那拿来兑换我们的点数。要回收上好的啊，搁换者你讲老伙过来起，换者洗碗精来用换伊干的啊。 环保局表示，民众回收的项目甲数量若达到一定的标准，就会当累计点数换生活用品，包含卫生纸、洗碗精、洗衫精等等。举办第一场时，民众反应真好，后礼拜开始会伫高溪斗六巡回举办，透过开发奖励同齐实施的方式，达到袂掉炭白网的目标。记者王伟雄，云林报道。